繼續來看新竹縣市災情嘛是袂少，新埔國中後山放棄校園攏淹水了，今仔是停課。新竹市嘛宣布講，下晡開始全市停班停課。新竹縣對中晝嘛已經開始全縣攏停班停課了。新竹落大水雨，因為照常上班上課，講予高中頭前的車路淹水，有騎奧多擺的民眾予水沖倒去，人陷車，規個厝去，公車就佇邊仔，外邊互人看了會着驚。新竹市區落大水雨，真濟所在攏積水，規個市區交通大亂。往新竹科學園區的道路大塞車，警察也徛佇水裡指揮交通。雨實在傷粗，予新竹縣市真濟所在積水，因為照常上班上課，民眾是袂假。新竹市長高虹安也趕緊宣布下晡停班停課。那考量到是新竹縣市的這個共同生活圈，所以我們新竹市的部分也在今天的這個下午的部分，我們也宣布停班停課。大水雨落袂離，新竹縣的新埔國中後山放棄土石樓管一個學校，為着學生安全，學校是早起就緊急宣布停課。早上大概7點多左右，新埔國中的後山的部分有出現山坡坍塌的一個狀況，那就造成了學校的部分有部分的土石跟磚塊進入，然後也產生了學校的一些淹水的一個狀況哈。學校內底運動場已經看袂出來是運動場，地下室嘛積水，抽水機噴袂停。店長講，雨對半暝就開始落，小偷袂離才會安尼。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之後啊，這個雨水確實是過大了哈。我們現在新埔鎮裡面呢，各個角落啊都有這個淹水的狀況。新竹淹水災情嚴重，目前包括新竹市，也閣有新竹縣12點開始攏停班停課。記者張君豪，新竹報道。